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今仔清明连假头一日，国道1号、3号真侪路段拢塞车，透早北部落大雨，明仔载是休困4天雨上大的一日。新北市甲嘉义市宣布9月开始，各中小营养午餐免费。即马全台湾22个县市拢共款咯。首长嘛呼吁中央应该统一并预算来办理。国民党团要求国防特别条例调解协商延到第10回后才来开。立法院长韩国瑜嘛呼吁讲爱谨慎总预算案。今仔是清明连假的头一日咯，国道早起车是真济。我中道的是国道1号第8路段时速各加22公里，台中到彰化嘛无到30公里哦。国道3号中部路段嘛同款是真塞车。另外，伫天气方面哦，气象署是指出讲，后礼拜三进前会有3波的方面。今仔透早北部就开始落雨咯，明仔载测试会是休困4天雨上大的一日。排队车流一阵接一阵，苏花路往花东方向自前一暝开始车就变济，未少用路人表示，落公路了后就开始渐行渐停，都已经半暝出发，也是闪袂过塞车。4点10分出门，凌晨4点10分出门，到现在这个时间点还没到花莲。啊，对，好远，好远啊！那你这样花了多久的时间才到花莲2个半小时。2个半小时哈，在哪个地方发现塞车？从苏花的那个头就塞车。苏花界往南车流也明显增加，公路局提醒，因为天气歹，山区道路也有部分路段大忙，请用路人爱加注意。若国道路况部分，高公局预判连假第1天会塞车的路段，包括国义南下杨梅到头份、中华系统到保盐系统、国三的南向中和到关西、后龙到万里等等。若公路南向嘛预计到暗车拢会真济。台北地区要前往宜兰地区走国5的民众，我们建议现在没有出发的话，就尽量在下午5点过后再出发。台铁平溪线天拍埔就发生3条岭到10分车站之间，因为落石路线无法通行，经过点外钟的抢修了后，伫7点24恢复通车。空运部分马祖地区因为大雾，南北港机场只是暂停起降，航港局协调新台马轮延后开船，疏运旅客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因为清明陪望，所以2-3礼拜前开始，各地公墓就常常传出大火。彰化消防局嘛开出头一张因为陪望造成火灾的罚单。伫顶个月29，彰化市的第1公墓火灾，消防局是利用空翕机锁定一个烧杂草的查甫人，随去现场处理。加载真紧就发现火连面就拍花。烟一直为公墓冲出来，边仔阁有小过焚热。空翕机锁定，翕到迄当阵有民众当地的扫墓，消防局嘛经去线索，锁定这个行为人，而且伊违反消防法，开出彰化县头一张罚单。下午我们有请他来我们大队做笔录，那民众也承认他有引火燃烧，3000块以下的罚款。那空法的部分，这部分是我们全责当然是环保局，那当然如果他有影响空污的话，那也最高可以罚到10万元以下的罚款。顶个月29，彰化县消防局伫彰化市第1公墓，以空翕机进行高空的监控的时阵，发现有火烟冲出来，随电位锁定一个63岁的查甫人。这个查甫人讲，迄当阵是为着要烧杂草，想袂到火线愈传愈猛，加在有随拍花，而且按规定甲采发。彰化县消防局统计，为3月21至4月初2，彰化县拢总接到34件墓仔埔杂草火烧的报案。不要去做引火焚烧的动作，因为目前因为雨水比较少，很容易造成山林火灾的发生。消防局提醒民众陪墓除了用火爱细致，要离开的时阵嘛爱确认火完全已经拍花。消防局目前已经全面启动无人机巡逻，若大火引起火灾致使公共危险，除了要面临行政罚款以外，嘛有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之前宣布讲，9月开始，台北市各中小营养午餐免钱，造成其他县市压力是真大。之前讲财务压力真大的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嘛宣布讲，后学期开始，新北市323000个国中、国小学生营养午餐免费，一顿75块，计共是需要48亿外的经费。明年会以正式预算来编列，让政策会当来长期个稳定。
学生囡仔咧食营养午餐，毋若食甲安心，嘛通减轻父母的负担。啊，若即马全国22个县市拢免费啊！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为今年8月31日开始，新北市的各中各小营养午餐拢免钱，逐顿补助75块，按算逐年会当替家长减轻大约12000块的负担，拢总32.3万的学生受惠。啊，那经费部分需要48.4亿，今年会先贴的方式来处理，每年才会列入正式的预算编列。学生的营养午餐的这个部分，我在这个地方正式的宣布，从115年8月31号起，全面推动新北市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免费。另外，台北市市长朱万安拜四嘛宣布，9月开始，毋但有免费营养午餐，嘛会提升食材品质甲食安的标准。朱万安讲，台北市准备成立食安甲营养教育推动办公室。请营养师来监督。另外，各间学校逐礼拜上无提供一摆澎湃的，譬如讲鸡腿、鱼排等等，而且逐礼拜拢会食到本土的海产。我们不只要让孩子吃得饱，也要吃得好。因此，我们在菜单的设计、料理、烹调的方式上面全面优化。我们每一周的精选餐，我们会完整一整片的肉排、鱼排。虽然即马学生囡仔有免费的营养午餐通好食，不过学生团体甲民团嘛质疑，目前国内也无营养午餐法，伫属各县市的食材费用、是按标准等等的细节，拢无统一的标准。目前专法要伫咧立法院咧讨论，需要调研立委支持，互学生的权益自有保障。记者吴金阳、谢桂林台北报道。嘉义市政府嘛，第二通知进前来宣布讲，115学年度开始，嘉义市的各中小营养午餐嘛免费。市长王美惠嘛表示讲，嘉义市宣布了后，即马全国22个县市营养午餐拢免钱咯。伊是呼吁讲，中央应该统一并预算来办理。今年初开始，台湾各县市相续宣布囡仔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嘉义市政府伫4月初2这天嘛宣布，要为2026年的9月开始，市内各中各小学生的营养午餐全部免费。115年度，我们全面的就是学童午餐免费。我想再这样，就是把教育做得好，让孩子安心，让家长更能放心。我想这是送给孩子最好的儿童节礼物。嘉义市政府伫今年追加7500万的预算，要用伫市内各中小学生营养午餐的食材顶面。这项政策计划会当照顾大约20700多位的学生。听到嘉义市宣布营养午餐免费的消息，16当前就甲老爸推上这项政策的议员嘛非常的感动。听到嘉义市政府宣布实施国中小学营养午餐免费啊，完成幸福 A 计划最后一块拼图，正好告慰我父亲在天之灵。我非常的欢喜。因为咱嘉义市困苦的家庭原来真多，那对于他们家境比较困难的，我觉得是一大福音。这个中道等免费政策伫4月进前，原本阁剩新北市甲嘉义市也未宣布，结果4月初2新北市宣布要对咧做了后，嘉义市嘛伫初2宣布，所以为今年9月新学期开学，台湾的22个县市拢有替各中甲各小的学生提供免费的营养午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受到中东政见影响，尤其一地起价，但国内物价嘛陆续准备要起咯。未论饼到的店价就已经有的已经起5块咯。南部的导游业者嘛讲哦，因原料甲包装的材料成本变贵咯，嘛按算要起价，有的一罐导游要起30块。包装差不多是安尼啦。加载。手提已经包装好势豆油，哪比哪讲，屏东的豆油业者讲好加载，当初是用玻璃杆仔底，外面用纸包。若无即阵塑胶物件叫无过，搁直起价，伊可能就爱读较莫咧烧。不过美国甲伊朗拍袂煞，我物料逐项起，因对元宵过后就宣布起价，一打起400，平均一罐起超过30块。像纸壳啊，啊像塑胶封套啊，那这塑胶封套啊，拢唔敢报价哦。拢唔到个，唔知要几年落来啊。受影响的还有嘉义这间豆油老店，业者3年前就捌起过一届，因对去年的关税大战就开始动，这摆真正是动袂掉啊！因为多连包材嘛是一天一款价，按算对5月初起，平均起5%至10%。进口原料进来的这一块，我们有调涨啊。如果都是用纯本土原料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调涨的动作。对，就是因应的运输的一个费用跟他们的报关的一些费用。这个桶子，老实说，4月前的价格基本上一个桶子最少
最少超过3块钱。台南的豆油老店业者就讲到，即阵的汤价绩效嘛是哪讲哪海头，因为包材厂商最近有可能会过起3块。业者讲，塑胶包材绩效起上紧，因即阵也抓袂准要起偌济，加出来成本先家己吸收，不如个一定会起价。我们还没有去对所有的普罗大众消费者说我们要涨了，对。涨幅大概有多少？基本上应该是说，以业通的商品来讲，我们的幅度空间大概应该会以10块到20块，甚至要看未来的趋势会不会再上去。就由起价带动万物做回去，亲像清明爱食的润饼糕，都因为润饼皮、土豆腐等等的原料拢起价，袂少店家嘛对得起。台南市有消保官去考察7间店，其中有2间起5块。消保官表示，起价也伫咧合理的范围内，会密切关心物价状况，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塑胶原料的价效嘛是起真济，对于传统市场来讲影响是真大。也即马嘛有一寡店家嘛表示讲无法度个继续来提供免费的塑胶袋仔咯。来到菜车买菜，大人手头拢赶过来的塑胶袋仔，受到中东战争影响，塑胶原料起价，对塑胶袋仔使用量上大的传统企业来讲，影响不止啊大。摊商指出，较早歇棍收大了，塑胶袋仔会直接留在担顶，即摆专工收起来，过等工要做生理再个提出来。我以前不会收起来，我现在就要收起来，因为太贵了。哎，太贵了。像这种就是剩下也买不到了，透明袋子都买不到了。你说透明的买不到？这种买不到了，对。现在我们的货量都是用分配的啊。他会不会有时候听说叫不到货？当然会啊，因为现在都缺啊，不管是哪一家都缺啊。新店有卖便当的店家，直接伫门口搭出无个免钱提供塑胶袋仔，民众若有需要，一个爱2块。店家讲会安尼做，其实是毋望民众家己炸袋仔来。你尽量自己带起来了，那我们也是会去买，可是我们买的量，我们都没办法拿到多。我们合作的厂商他没办法给我们，我们也是无奈啊。从一袋是20块的最平均的价格，现在已经涨到40块。40块呢，比较惨的是还不见得是有货。对，所以其实涨1倍的这个条幅，其实对餐饮业来讲的话，其实是一个蛮吃力的啦。业者讲，原底半斤一包20块的塑胶袋啊，即马已经起到40块，而且买佫无一定买有。即马敢若毋望战争赶紧结束，减轻大家做生意的压力。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外送平台 Uber Eats 是发公告讲店家的收成恐惊嘛要调悬咯。Uber 表示讲，外送员专法伫7月中会开始实施，外送的成本就会增加，所以7月2日开始要来调悬外送订单服务的费用。即马外界嘛真烦恼讲，落尾恐惊消费者外送费嘛会增加。平地下道探无订单的人旁，饮料店业者开始避讳，特别来临的热天，原本是业者高峰期，也毋过即马做生意的成本恐惊爱个增加，因为初二外送平台 Uber Eats 发出公告，会对外送店头订单服务费，也就是对店头的抽成个调悬。它抽成的比例占我们的毛利超过1半，这个数字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你放到一个整个月的营业量来讲，对不对？那他可能就是说半个员工的薪水。平台说明，主要原因是外送专法会伫7月中旬正式实施，对外送产业整体营运模式甲成本结构带来重大影响。为7月2日针对美食外送店头抽成调悬2.5%，针对新鲜10岁外送店头抽成调悬3%，服务费率上限上悬袂当超过35%。目前几啊间店头抽成拢已经伫30至35%，未来调整了后，抽成费率会来到32.5%至35%。现在这个物价也上涨很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会影响到要去点的一个原因。我会希望政府单位可以去制定所谓平台对店家或是平台对消费者的抽成上限，平台它该负担的成本才会回到平台本身。外送工会批评，过去平台提供外送员时薪平均是270至290块，外送专法只是要求保障时薪245块，因为平台只是借机会起价，外界更加烦恼，因为店头成本增加，恐惊转予消费者。呼吁那这个政府以及业者那是否呢可以在呈现你的这个食品的售价的时候那能够同时去列出来，在这个到当地到这个店面去买的时候的物价。
另外，副品代表示，当积极透过系统甲流程优化，毋望会当降低外送转发带来的成本冲击甲影响。针对今次调整各项费用，内部也在审慎评估中。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本地定初九要来进行各项特别条例党团协商，所传出讲国民党团是要求讲要延到15还是16。有民进党的立委是真不满，质疑讲敢是爱等到第10会了后，才知影讲要安怎来处理军购案。也毋过，国民党的立委是驳回讲，军购案甲第2文去中国访问是无关系。另外，立法院长韩国瑜早嘛破文，呼吁立法院应该赶紧来审查总预算案。行政院长邓英泰今仔嘛发文来表示肯定，希望讲立法院会当赶紧审查。美国参议院校统派议员访问团3月30日去中科院参访台湾家己生产的武器，毋但表态挺台湾，透过各项特别预算提升合作的力头。嘛讲到会敦促美国武器赶紧交货，也若各项特别条例草案原底4月初9立法院要进行党团协商，毋过所传出国民党团向要求讲要甲协商延到15或者是16。我们还是在这边呼吁在野党，那不要因为郑丽文访中而去改变我们既有的这一个行程跟我们既有的磋商的这个节奏。都已经复委审查，我们大家都有心，赶快把这些经购赶快通过，跟我们的经购的延后是没有相干的。虽然南亚立委强调军购案甲国民党主席第2文访问中国无关系，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楚英质疑讲，南亚恐惊是要等到第10会结束了后，才知影要安怎来讲军购。不过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讲，若知影立法院议事的规则，就知影即马是法案的冷冻期。我想稍微懂一点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就知道现在在冷冻期嘛。那如果冷冻期应该可以启动，应该是4月底以后了吧？国民党现在摆明了就是要等郑丽文在4月12号结束习政会之后，才要领完旨意，才知道怎么样谈军购吗？同款嘛，伫立法院卡关的，也阁有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立法院长韩国瑜初二伫人民册发文表态，对总预算特别预算，立法院徛伫宪法的义务，应当都爱赶紧审议，落实监督，而且呼吁行政院以3套法案来编预算。行政院长杜永泰初三嘛伫人民册回应讲，欢喜看到韩国瑜希望赶紧审议今年度的总预算，这是好的发展。搁一届呼吁立法院赶紧来审议，而且宽的总预算，嘛强调政府会该用就用，该省就省，珍惜资源。记者综合报道。要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议员的朱正基因为涉间谍案，暂时获北检起诉，求判5档以上的重刑。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随着开除伊的党籍。民进党嘛强调讲，涉国安议题一定爱严办。这其实是个家事纠纷啊。台北到日定选前的前立营民代助理朱正基，互人指控卷入强谍案。根据北检新闻资料，朱正基伫2022年7月，是有退休政院官员吴平年交付的手机啊，佮伫同年8月23日时，利用出入立委国会办公室的机会，得到经核列密字的文件资料，协助姓王的中国籍人士，佮有甲人收2万人民票。第一个，我没有收受任何的这个现金或者任何的报酬啦。第二个，这个拍摄呢，我就是把这个已经公诸于媒体的一个东西传给他。那只是因为在这个前面有一张公文啊，写如附件请查照，上面是有个密字。互人当作何志伟主题兵的伊讲家己支持严格执行国安法，也伫法庭自证清白。何志伟透过声明表达愤怒，嘛讲朱正基任职期间无涉入国会运作，呼吁伊赶紧退出台北市议员的选举。民进党台北市党部嘛，赶快快速处理。从政同志既然会涉及到国安法，既然会涉及到共谍案，这是我们引以为耻。处理方式就是将朱正基先生予以除名，开除党籍。目前调查涉入国安相关案件，内容包含国安高层机要秘书、资深党员、民进党有前立委参选人，也是捌列入不分区名单，那也同款有民代助理在案。民进党动辄喜欢把就是促进两岸交流人扣上红帽子哦。近年来的这个共谍哈，尤其可以接触机密档案的都是民进党。从过去以来的例子一直都证明说，真正的敌人都在本能寺。有共谍就法办，民进党的立场跟态度以及行动非常的清楚。如果真的要慎防共谍，蓝白为什么不支持民进党所推的国安法案？
对国民党批评连赢党内重要职务变强调的升级管道，呼吁检调爱铁查。民进党是讲已经有明快处理涉入强调案的党员，电到安那赢，卖国甲中国底高甜。记者采访报道。国民党主席陈立文4月初7要去中国访问哦，敢会影响到年底的选情诶？那也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是讲，总统赖清德嘛捌讲过，想要赖10回哦，认为讲加沟通对话对台湾拢是好事。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卡辉是认为，只要卖牺牲台湾的防卫能力、国家的主权，两岸互动是好代。另外传出讲，民进党哦应该伫4月中就来决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来对决蒋万安。初三一透早到乌兰将军的旧厝参访，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树川身躯边的囝仔对调调，乌兰将军捌是反共重要的将领。不过，即马国民党主席陈立文煞要带团去到中国展开和平之路，打算要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即马去互外界认为会对年底选情造成影响。和平当然比战争好，我想赖总统也讲过，他要赖习会。那我想，这个多沟通、多对话、多交流，绝对对台湾是好的。只要不是牺牲台湾防卫能力，不是牺牲国家主权独立这样的前提做交流，其实任何正向的两岸互动，我想国人其实都会乐见。另外一边，民进党的参选人苏卡辉是伫咧儿童节进前，甲小朋友做伙欢喜。不过进前才公布营养午餐免钱的证件，新北市府是伫咧前一天就大声宣布，新北市的公私立国中小以下学校营养午餐免钱，8月31开始就会实施。伊坦白讲，这好的代志大家来推动，市政本来就是一个接过一个，对着外界点名，立赢的台北市长有机会互立委新北杨来出战，对江北的选情敢会有冲击？苏卡辉敢若回应，党中央会推选上适合的人选。好，谢谢。无加做回应，要拼连任的蒋万安是继续走市政行程。民进党布局2026台北市长的选战，传出即马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无参选的意愿，向锁定的新北杨进前嘛透露，若要出战一定会配合。根据了解，民进党党中央的选对会上紧伫咧4月中旬就会做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强烈风暴扫过南欧哦，伫意大利的中南部，因为落大雨，河川串流桥拢冲断去，山区哦嘛透大风，佮落大雪。另外，伫希腊的阿德嘛是咧落大雨做大水哦，有一个查甫人是掉伫淹水的地下室，不幸死亡。大雨过了，街仔路全土埋。希腊雅典东北部的马克里拜是做大水，毋但真侪搭路崩去，大水搁较甲路边的车辆冲走。一个55岁查某人淹水的时，伫咧厝邻的地下室走无出来，落尾互大水冲去车底，救援人员找到的时已经死亡。Βρέθηκε το παιδί πνιγμένο κάτω από τις ρόδες των αυτοκινήτων εδώ πέρα, γιατί κατέβασε αυτοκίνητα, κατέβασε ξύλα, κατέβασε χιλιαδιό. Τα ποτάμια εδώ μέσα τελειώσανε. Πλημμύρισε το σπίτι μου, έχω πάθει μεγάλη ζημιά. 镜头转到希腊南部的克里特岛港口城市伊拉克里翁，拜三天顶熊熊变做柑仔色，这毋是黄昏的红霞，是北非撒哈拉沙漠的土沙，互风卷过地中海。高高的蒙雾，互能见度降低，部分航班要改飞去其他的机场。当地居民干来当挂喙暗，伫柑仔色风暴沙当中咧行路。风暴继续刷向西，意大利东南部也传出灾情。伫阿布鲁佐甲莫里塞大区，特里尼奥河水位加悬，有一座桥河水冲断去。伫高海拔山区4月初竟然落大雪，消防部门出动来扫积雪。马尔凯大区是因为土石流交通断站，搜救人员全力咧抽地下道的积水，想要赶紧恢复交通。目前各国继续咧发布歹天气的警告，这场跨越南欧的风暴，毋但有人死亡，极端天气带来的地理的变化，也搁再互人看到气候变迁的警示。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哦威胁讲，已经甲伊朗拍互伊转去古早时代。战争哦，搁暂时无法度收煞，嘛造成国际油价继续起哦。嘛有消息指出讲，伊朗当地荷姆兹海峡西航道要来收费，一档哦会当赚1200亿美金。英国是召开40国会议，要求随无条件来开放荷姆兹海峡。美国彭博社报道，伊朗按算伫荷姆兹海峡对关系好的国家过境的船只扣通行费。伊朗甲关系好的程度分做5级，关系愈好的通行条件是愈有利，费用是以人民票也是虚拟货币来纳。
准者通行爱先审查，复制了后得到许可的代笔加航线的指引。每桶的原油是收大约$1，一只大型邮轮通行费就要200万。以交战进程的运量来推算，伊朗逐年会当用这赚$1200亿。在英国的主导之下，大约40个国家初二召开红珠海峡的紧急会议，各国拢要求即时无条件重开这条关系到全球能源的航道，无爱互伊朗这封锁海峡威胁到全球的经济，不过无得到实际的进度。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being impacted, and that's why we're so determined to see every possible diplomatic, economic, and coordinated measure to get the Straits reopened. 巴林伫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份决议草案，内容允准各国运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确保红珠海峡的自由通行，按算初三表决。不过15个理事国看法拢无同，有好决权的罗西亚、中国甲法国拢强烈反对。伫这个时阵，国际油价已经因为川普侧翼强硬作战的宣言，又搁创一波高峰。伦敦的《金融时报》报道讲，波斯湾国家当咧积极思考打造一条代替路线，驶过红珠海峡，解决油甲天然气送袂出去的问题。虽然这种计划有高度的政治复杂性，而且成本真高，佮可能要开几落年才会当完成。不过最近几年地缘冲突是愈来愈严重，能源的供应是真要紧，显示出代替路线的重要性。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来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法国总统马克宏拜三伫东京见面，两个人嘛以联合声明的方式来表达对台海和平的关心嘛，嘛强调讲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行为。咱国外交部是表示感谢，嘛强调讲台湾会继续为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跟民主、繁荣来做出贡献。这回叫网架七龙珠当中经典的龟派气功姿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初一举行日本法国领袖峰会，会后两国头一届以联合声明的方式，表达因非常关注台海和平，反对任何以武力还是威胁的方式改变即卖状况，也承诺加强合作，落实日本甲法国的印太战略。对此，咱外交部重新强调，台湾会继续为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来做出贡献。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敦促相关各方透过建设性的对话，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外交部对此表示肯定，并欢迎日法双方以具体行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即马中东战事进入第5个礼拜，日本甲法国也讨论红珠海峡的安全，佮原油等物资稳定供应的重要性。也拿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乌佛研究所的学者布立门，伊伫《金融时报》刊出来文章指出，伊朗透过少量的飞弹甲无人机的攻击，导甲红珠海峡控制条的这款模式，可能正做中国对台湾施压的部署。伊认为中国凡是伫台湾海峡采取更较准确的经济威胁手段，冲击恐惊超过目前的波斯湾危机，呼吁美国甲盟友要量早做好准备。波斯湾的宽度介于33到380公里之间，部分是比台湾海峡更窄的。这无人机的攻防，未来也是台海防卫跟这个作战中一个很重要的区块了。军事专家分析，台湾海峡的平均跨度是比红珠海峡搁较宽，要控制台海是搁较复杂困难，也大大影响全球的晶片供应链。而且最近几年，真侪国家拢捌派军舰经过台海，强调伫国际水域的自由航行权，反制中国上空上旁要甲台海内海化的肖想。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昨下晡疾管署甲农业部的防检署是开记者会，公布咱国内出现头一个 H7 新型 A 型流感的病例，是伫个中华70多岁饲鸭的农民哦，目前是搁继续在治疗隔离。目前嘛，在找感染源，疾管署是认定讲这是禽鸟类喂互人的案例，也毋过好佳在讲病毒目前是无人喂人哦，已经暂时搁无传开出。国内传出头一个本土人类感染 H7 流感病例，个案是中华70多岁男性阿龙，3月底破病，带因检查显示有肺炎，经过检验加基因定序，确认是 A 型 H7 流感病毒，属有后压谱系。目前正好相关接触者33人，健康监测到4月7日，有3人依风性食药啊，好啊在6个亲人采检拢阴性，目前个案病况有较好，持续隔离治疗。进行一级流感的是会有这个急性结膜炎的表现，严重的话还是可能会造成这个肺炎啊、呼吸窘迫等等。
不过也有一些这个新型A型流感造成这个在人类身上可能是只有轻微的症状，或者甚至可能是无症状。疾管署表示，已经甲农政单位启动联合防疫，包括去个案的主体现场甲病院进行疫调甲流行病学的调查，佮对影视场移动管制。虽然影视场动物采检结果拢是阴性，不过也是针对附近现场扩大采检，查清楚感染源。疾管署初步怀疑，这有可能是盗鸟的鸟仔屎引起的，研判是个案侵传人事件，而且无人喂互人的迹象，疫情暂时无扩大顾虑。邻近的厂的部分那会再去做采检的工作，然后再一样送到兽医所去做鉴定。那原先它这个厂本来就是阴性依照我们禽流感的这个防治措施，除非它是阳性厂才有可能会进行扑杀。我们目前的调查显示说，它并没有出现其他阳性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禽场当中的禽那所以并没有进一步的传播疾管署提醒，牵头影视相关工作人员伫作业过程爱落实自我防护。已经甲饲鸭的协会联络，会免费发放差不多5万片喙暗号饲鸭的人员。一般民众爱避免去接触，也是饲这的禽畜，嘛莫吃食禽类的鸟仔卵，也是制品，通降低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的风险。记者采访报道。美国伫3月底发布2026年贸易障碍的报告，将对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美国进口农产品唔免搁扣关税，这恐惊会对咱国内农业影响是真大。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是表示讲，目前是只针对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免关税，其他国家是无变，所以爱农民唔免伤烦恼。看到顶面采大型的竹艺术品，摆各种的农产品。前面连假头一天，农业部伫总统府头前举办农管节的活动，推广国产的农作物。伫屏东车城种葱头的青年农民也踴跃参加。车城的葱头甜搁脆，不过有时爱甲进口的葱头烧钱饲草。农民希望家己会当提高竞争力。识别上比较模糊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车城恒春半岛在努力，就是让我们的识别度高一点。做出地方品牌，这样让人家可以辨识。对。虽然设下真侪保护，不过美国的农产品有关想要攻入台湾的市场。伫上新的贸易障碍报告当中，美国讲到台湾伫对中贸易协定，承诺对美国农产品袂阁以特别防卫措施 SSG 扣关税，这敢是代表因会用大量的俗价农产品进入台湾的。它有重重的一个保障，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农民因为 SSG 免征以后就造成一些影响，请我们农民不要恐慌。SSG 特别防卫措施是 WTO 之下的进口保护机制，数量到特定的条件才会启动。但部长以电话做例，指出美国米销台湾有14万外吨的关税配额，要超过这个量才会启动 SSG。目前的进口量敢若6万外吨，也未超过。另外，鸡肉要扣20%的关税，免扣 SSG， 看起来影响是无大。鸡肉的关税是完全没让步的，它如果超过 SSG 的话，它是超增1/3，少了大概2.6块而已，它是不高的。去年有土豆、槟榔、红豆、30肉等各类的农产品采取特别防卫措施 SSG。另外，报告也讲到，台湾先到进口牛油、牛血2项会当做饲料的原料。不过，互看做是有传播小牛症的风险。农业部指出，敢若会当用来饲鸡仔、甲猪仔，禁止饲牛仔、羊、鹿等等会犯草的动物，袂有互相污染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要针对进口的专利药品扣100%的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陈立军进前是表示讲，咱国是有争取到美国优惠待遇。也毋过，昨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台湾是无伫优惠国的名单内底。咱国食药署长江强志讲是强调讲，台湾出口美国的药品无介济哦，所以影响应该无大。美国总统川普伫美东时间初二签署行政命令，针对进口专利药甲原料扣100%的关税。不过，伫关税优惠待遇国名单之中，并无讲到台湾，等于推翻正正行政院的讲法。对此，学者烦恼，这代表药厂的全球定价策略在改变。若伫美国俗价出货，就可能起关价卖予其他国家，而且台湾的市场规模相对来讲较小，未来有可能面临断hiệu的风险。一旦全球的这个专利药品的定价策略的改变，那当然台湾就有可能受到影响。那这里面受影响程度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像一些癌症的用药，以及罕药跟新药等等。
根据经济部的统计，2020台湾制药产业包括原料药啊、甲製劑，總產值新台幣1196億，以內銷為主。出口到全球的金額是9.9億美金，其中出口到美國是3.23億美金。台灣出口到美國原料藥啊的總金額是0.17美金，佔原料藥啊出口總金額的9.9%。美國是台灣原料藥啊第3大出口國。这个部分我们会积极的来协助厂商了解后续他们的冲击。其实我们有做过初步的，至于要怎么样的产业的协助，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若进口原厂药的介绍，可能因为关税提悬，强志刚认为对在地制药厂甲含名药厂颠倒更较好，希望借这届推动含名药生产在地化，提升国产含名药的竞争力。行政院强调，台美签的 MOU 当中，台湾已经成功争取到含名药的相关优惠待遇，未来会继续关注美方关税政策感受进一步的变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战争国际原油的价销大起，咱来看咱国内计算油价的方式嘛，已经20档拢唔捌修正过咯。有学者嘛指出讲，伫中东战争的这段时间，杜拜原油是起超过布兰特原油，所以即马目前中油主要是以7成的杜拜原油、3成的布兰特原油的方式来计算，这应该爱修正哦。经济部甲中油嘛表示讲，因会来检讨，半当内会来提出方案。市面连假一早起，真侪人驶车去加油站加油。中东战争升级危机，所以西里州原油大起反弹，一桶110块美金以上，竟然反映伫咧后礼拜国内油价。伫即马油价公式是70%杜拜原油加30%布兰特原油均价，也就是7:3比，搁再加入新台币对美元汇率变动等因素，敢若无符合即马情形。过去就是70% 杜拜，30% 布兰特哈。那但是呢，现在的进口来源就已经不是这个情况嘛。如果说再用过去的这种7D3B 这样的方式的话，就有一点失真啦。这个公式可以做一些动态的调整。学者讲，即马台湾原油进口国是美国6成，中东3成半，其他是非洲、澳洲等地，应该改做6成美国西地州原油，4成杜拜原油均价来计算，调整成做6W4D。中油讲，检讨公式就用中长期的角度来做通盘考虑。杨姑也讲，即马油价公式无法度反映真侪机会成本，像保费、风险大水、税关、运费，会个检讨。这个2月28号以后哈，就是这个战争发生以后，到3月29号这个中间啊，中油基本上已经吸收了大概差不多接近70亿的金额哈。在汽油的部分，其实基本上我们是亚龄最低的哈。不过中油累计亏损恐怕会继续扩大。依照统计，过去一个月杜拜原油起爆77.37%。布兰特原油起爆71.39%。经济部讲，同意中油的明年度净资金额1670亿，希望会当减轻国营事业的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台南亚太棒球场的开幕战是开写23000多人来看比赛，也毋过统一狮球团伫初二暗刷公告讲，接到台南市政府的通知，讲外口的店家会来订招标。毋那原本的店家真不满，球迷嘛质疑讲，市政府体育局无规划好势，球迷看球煞无通买物件通食，实在是无道理。今仔中昼，台南市的体育局长嘛出面来回释咧，强调讲会伫后一场比赛的进程来完成招商。台南市亚太棒球场历前开幕办甲真轰动，统一狮队开过3场赛事，请上万华人来看，这嘛破台南职棒数的纪录，想袂到外口的美食单位逼出成绩，统一狮球团初期无讲无打广告，讲外面美食服务有缘再会，互真侪球迷不满，真侪人去市长黄伟泰的面册闹话，甚至体育局的举国代表，互网友改做台南市韭菜收挂局，网友质疑市府甲单位利用煞，就无要插人啊。记者嘛有问相关业者无愿意出面受访，觉得那些商家也太过于可怜了。那明明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东西，那现在被市政府这样临时喊卡，那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人生再去球场服务的时间点是什么，我觉得非常的不值得。这些店家实在太可怜了。大家会觉得是被赶走，那其实背后就是因为他们很多事情签约什么都还没有敲好。
那我如果是身为一个民众，我会觉得是这个部分比较夸张。统一西球团发声明，感谢单位完成阶段性任务，有业者嘛普文，写4月初期公告招标，中隔一个清明连假，4月初8开标，和外界质疑体育局的招标时间相赶。台南市体育局回回开标期间的单位是委由球团代办的临时性营运，因伫4月初已经完成单位招商标案，嘛有上网络公告，嘛有向相关厂商要标。制约范围是亚太承办主球场本体，不包含场外的空间。4月1号赛事结束，因球迷反映户外摊商服务仍有必要，或系上半赛事还有21场，所以我们必须透过公开招商，以符合采购的程序，并保障摊商的权益。体育局指出，因是亚太申办主球场的主管单位，在依法行政无特定立场，更加无特别特定对象。球场外要有单位进驻，就必须要依法公开招标，市府请球迷和各界见谅。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去年高雄别讲有民众业者为着要抢生意，找骇客来监控消防报案系统。最近高雄的凤山消防局又搁发现讲，有3台救护车红头装追踪器哦。警方嘛抓到一个姓陈的嫌犯，伊嘛坦承犯案。警方嘛继续来追查讲，敢佫有其他的共犯。怀疑男子夜伫救护车的车头打追踪器了后来离开，高雄阁传出不少的民众业者为着抢生意，伫凤山消防分局的3台救护车顶悬偷盗追踪器。队员3月2日做例行违法时发现，调监视器确认是同个月14，互人盗去哩。调阅分队的监视器发现有一名黑衣不明人士，他路过我们纠正的时候随手贴了 AirTag， 那我们立即提检相关证据到辖区派出所报案。追踪器敢若5块金额大，佮用乌色的贴布来暗藏，无详细检查，真恶发现3台救护车逐工出勤20外界。分局表示，出勤期间无发现互人对车，目前嘛还未收到民众反映受民众业者扰乱。警方接报了，对早车里抓到一名单性嫌犯。昨天将陈贤拘提到案，并同步执行搜索，查扣追踪器、手套、胶带等相关证物。经初步了解，陈贤是为了掌握救护车的出勤动向，招揽业务，才在车辆上装设追踪器。因为现在网络上你也查得到说消防车派车去到哪边，入侵只是说他会更早一步知道，只是说正早就不知道，他不知道说是哪台消防车去到现场嘛，所以他们才会在车上装所谓的跟踪器。民众业者为着抢生意步数真等，去年高雄业仔传出有民众业者找黑客监控消防报案系统诈消息，如今阁有业者偷盗追踪器，警方后手嘛扩大侦办，确认敢是有其他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因为连假后，台东的日本火车头有真侪奥多拜是违规停车，警方站开始拖掉违规的车，实在伤侪咯。今仔是个继续在调哦。警方嘛呼吁民众唔通因为停车位正恶吹的乌白乱停，影响到交通。初二晚嘛，台东日本火车头出现真侪奥多拜违规乌白停车。白班客运车的车道还阁规个拆掉咧，汽车要驶头的路嘛未通，民众反讲安尼真无公德心。全部都违规乱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啊！警方接到报案，为初二暗时就去开单处理，而且把车拖走。毋但是停车场，就连路边红线嘛，互停满满，数量超过50台。在地人讲，应该是附近台东大学的学生下课了后，赶要搭火车，奥多拜就乌白插。警方把奥多拜拖走，到初3的2时还阁拖袂了，因为爱再去16公里远的台东县违规车辆拖到保管场来放。警方表示，民众若要把违规的奥多拜领回去，唔但爱纳罚款，还阁爱付逐工的保管费。能塞的都塞了，不然怎么办呢？非常难停。那违停的机车将面临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机车遭我们拖掉的话，另外会要负担100元的移置费以及每日50元的保管费。那拖吊场呢是在我们台东火车站那边。附近的民众讲，其实便若到休困日，日本火车头就会出现奥多拜乌白停的情形，可能是停车的空间无够。不过，这届实在是停了伤过罕古。台东大学表示，会阁一届甲学生宣导唔通乌白插车，若无，可爱增加一条无必要的开销。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南投草屯哦，进前为着方便民众，大型的粪扫3件以内就唔免收费哦。也毋过哦，就有真侪民众调故意甲粪扫拆做3件，还是分几啊工来担，造成清洁队是真无用。所以即马公所也取消这免费的政策，载一车拢爱收1500块。也毋过哦，嘛是有民众怨叹讲，但无偌济粪扫就爱收1500块，实在是无合理。清洁人员出动专车，用叶仔甲大型的家具压起来，要载去粪扫场。南投草屯以前有3件大件的粪扫载运免钱的福利，毋过今仔已经无啊，该转来使用者爱纳钱，叫一车爱1500块。原因是载3件免钱的时阵，有人调故意拆几6摆来叫，颠倒害清洁人员愈无用。因为3件都免钱嘛，大家就可能拆足侪摆，互阮清洁队爱走足侪抓啊。希望讲大家会使一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讲会使大家拢小少夹做一车，安尼分担这费用，安尼互咱一抓就会使收所有的大型家具安尼。嘛是不得已才爱拜托粪扫车来载倒等于，有影着收费用啦，只要是合理的价格，我是感觉不要紧。处理大型的粪扫有影较费气，清洁人员嘛真正无用。目前全南投叫清洁队来收大件的，拢爱收钱。毋过有的民众无爱纳钱，就偷偷倒粪扫。是咱这阵偏僻的蒙仔埔边，顶日啦，就发现有人偷倒废弃物。应该是地板拆除后啊，可能无照定数咧处理啊。来甲山区就乌白倒掉安尼啦。现主时，这一顶公所已经会请南投县政府环保局来追查是啥物人咧乌白抌粪扫，要抓来依法法办。南投因为无焚化炉，粪扫的问题较歹处理，环保单位嘛万代会当做到粪扫减量来减少粪扫。记者杨秋南投报道。春季到老芳王会带一寡芳离开本地收去找新厝，有当时会伫邻家厝来做收，嘛会造成民众的困扰。也毋过保育人士是呼吁民众毋通家己用杀虫剂，还是讲用火烧哦，会当找专业的饲芳人士来协助处理。规片白白拢是芳，即只脚只边顶头有乌卡，尾流也较长的芳就是女王芳。伫未芳的世界，伊只敢若负责死。大部分的芳虾捕在时阵，拢是母的公芳。要果若是有捕出公的，10多天了就会有一只新的女王芳。这时阵老芳王就要离开。它在族群繁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老王会产生一个新的蜂王台，然后把老巢留给新的蜂王。老王自己带着一半的蜂，或者是少一点的蜂离开老巢去另外寻找一个新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分蜂。每年春天是蜜蜂要分家另外做秀的时阵，伫花莲南区庄卡就常常看到规定的蜂伫咧飞，有一寡人看到了会惊，就喷杀虫剂或者是用火烧。不过这寡蜂大部分拢是正珍贵的台湾原生种中华野蜂，要用其他方式处理。希望所有的民众，如果你有发现蜜蜂的话，可以请相关人员或者这个消防人员这个协助来处理。野蜂的部分，它主要不会主动的攻击人家，所以你只要不要太靠近它，或者尽量避免穿黑色的衣服。呼吁本土蜂的专家讲，中华野蜂这几年受到病毒的影响，数量不变少。不过这几年经过护育，族群的数量才慢慢稳定。民众若是有发现因伫咧分家时阵，莫伤紧张，互因淡薄仔时间就会家己离开。若是因来收拄好做伫咧面体，民众会担心会让请在地饲蜂的人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诗人郭文贤用25档完成的作品，出版一本叫做《台湾色水》的诗哦。伊用台文用诗来写台湾的四季、生态、甲历史文化，那么做伙来看卖。6月天，敢是相识伤心的日子，敢是老乡离居的伤悲。青冷冷的树枝，红光光的花蕊。诗人用台语描写6月色水。诗人郭文贤最近出版新的台文诗集，号做《台湾色水》。郭文贤伫家人出世，伫淡水读册，为2001年开始用台文创作。伊认为用母语才会当表达家己的感情。这本诗集毋但写海边的雨、港边的风，写四季，嘛写台湾人的精神。就是写台湾的色，台湾有啥物色？所以我有台湾的气候、台湾的地理。过来，土地顶悬
的台湾人，台湾人各种艺术文学为了历史文化打拼这个人。这本诗集是作者经过25档万色的成果。郭文贤透过色水，甲家己对土地、对历史、对这个时代感动，透过字句记录落来。出版社表示，这本诗集描写真侪家人、大场亭顶顶北部的生态甲历史，就若像作者要透过诗句，要带读者做伙去行踏。一篇一篇看落去，感觉讲，若像伊咧带你看台湾的历史甲地理。啊，佮有一寡伊细汉的时阵伫，因为伊是伊故乡伫家人，佮有淡水遐，所以伊写足侪北台湾的历史。出版社表示，即马台语文学出版品愈来愈侪，对台语文的发展有正面的帮助，嘛毋望未来有愈侪台文作品，互愈侪人看到台语无同的色水。记者吴金阳、曾俊佑台北报道。来看今年的世界杯脚球赛哦，会伫美国、墨西哥甲加拿大举办。最近嘛公布上贵的门票，一张都要11000块美金哦，差不多是台票36万，这嘛是有史以来上贵的。嘛，互真侪脚球迷真怨叹哦，美国贸议员连署抗议。2026世界杯脚球比赛增加到48队，嘛是史上头一届有3个国家联合举办。不过，即马票价却是差袂完，因为即马票价是对需求随时调整，互国际脚球总会强卖甲摒弃。决赛上贵的门票已经自去年底8680块美金，花甲即马已经破10000块。对着真少脚球的欧洲人来讲，这都要加开足侪钱。啊，有真侪德国球迷就讲，规气无爱去看。Seeing that World Cup, the prices are insane, and I wouldn't spend that much for a football game. I wouldn't go to the US for the World Cup because, I mean, the United States are not really a continent of football. 对着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这当地乡亲的感受就更较深咯。1986年墨西哥办的迄一摆，球迷甚至会使伫咧开赛迄天现场排队买门票。到2026年，要买一张真正是足困难的。墨西哥一个球迷想要替3代人做伙买门票去看比赛，却发现讲门票真正是贵甲惊人。批评脚球原本是大家咧看的，即马煞变即款型。Poder comprar boletos, a mí desde el primer correo me dijeron que no y todavía intenté comprar por algún otro medio, la reventa oficial que hay en algunas páginas de Estados Unidos de deportes que así se pueden revender los boletos, pero la verdad complicadísimo y complicadísimo, sí hay boletos. 除了票价贵33，即马国际局势嘛，互一寡球迷唔敢去，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佮加上美国执法单位即马掠移民掠甲真严，互真侪欧洲球迷感觉真不安。运动专家讲，即马去美国看球已经唔是单纯的旅游，是有真侪风险爱评估。啊，目前美国国会已经有69位的议员做伙抗议，认为国际脚球总会非法定价销的方式已经互真侪老百姓买袂起。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译。来看中国的武汉有超过100台百度经营无人客停车哦，最近伫车上坐的时间哦，煞拢掉伫车路，造成交通拍结，对暗头啊抬到半暝，即马事故的原因哦，搁会调查。由中国网络搜寻引领头九，大多数营运的无人客停车，伫当地俗称菜头快跑。毋过伫3月31暗，估计超过100台菜头，毋知虾米原因自行伫路上停车，同时系统也搁警告乘客袂当落车，以免发生危险。接孩子的路上堵死啦，被我遇到啦。2个傻萝卜在那个桥底下，自己在这里不动了。把后面车子堵了这么多。代志发生的路段位于武汉市的外湖桥，甲4号位高架道路参地下道，是所谓的武汉3镇，每一个市区之间重要的联络要道。尖峰时刻，平均每点钟流量是达到5000台以上。这个时阵所发生100多台菜头卡伫路中，后加锁定是去个急，一直没。6台摩托，这条路上已经坏6台摩托，这是为什么呢？我不是服务器被攻击了吗？第7台、第8台、第9台萝卜全坏在路上，这是为什么呢？百度伫2021年推出菜头快跑的无人客停车服务平台，也设计专用的车型阿波罗 RT6 电动车，随后伫2024年开始扩大中国各城市的营运。也毋过赛车赛几10年的老司机，除了烦恼百度嘅介绍竞争，也无看好这批菜头的安全性。
中国媒体引用专业人士分析指出，突发情况造成车辆安全机制过度反应，和这批菜头伫无必要停车的时阵停车，未来应该先建立城市顶级的自动驾驶紧急应变体制，各由参与经营的业者共同协调运作。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报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